业，对啊，这个 OK 吧？好，来。不管多么孤僻怪异的个体，我不许你敞开笑。都会在生命的某一刻，找到属于他们的同类。赵三月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。所以，要是以后你遇到个自己喜欢的，我觉得我好幸福呀！你没事吧？你就再勇敢一点，你勇敢一点。吓死我了！没事。活着是一辈子的事儿，死是一下子的事儿。你就能离幸福近一点。如果飞翔是一个气球的使命，那你梁给给的使命就是超越梦想，和气球一起飞。对于死亡这件事儿，我想接受结果，比接受过程容易点。我想，殡葬行业之所以存在，不仅仅是为了处理逝者的遗体，更是为了告慰生者的心灵。爸爸再见，我爱你。因为与死亡结缘，我走过了我人生中最迷茫、最黑暗的阶段。人们在我的生命里来来去去，终于让我学会了生活。你好啊，陶丽倩，就要做短暂的别离了。我想说，陶主任，他无害，你亦无害。重要的不是治愈，而是带着伤痛，勇敢地独自活下去，拥抱自己，感谢自己，加油！你好啊，杨林，要短暂的跟你告别了。谢谢你教会我如何面对生死。祝你工作顺利，天天开心，加油，奥利给！苏文静，我一直认为家是非常温暖的一个地方，因为有你，也因为有孩子。谢谢你们的一路陪伴，要跟你短暂告别了。现在要和大姨苏荣说再见了，很开心可以遇见你，见过很多生死，内心坦荡。希望接下来的路你可以遇到一个知冷知热的人。希望所有的观众可以在这部剧里面收获很多的温暖。谢谢。你好啊，陈峰，要跟你短暂的告个别，是你让我对死亡、病痛还有生活有了更新的理解。幸福路998号，这里面的故事一定还在某个地方继续着，后会有期。你好啊，梁哥哥，要跟你短暂的告别了。你不必做一个完美的鸟儿，往后余生为自己而活，好吗？加油，给给小太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刘军，我扮演的是高馆长高卫东这个人物吧，这么从容淡然的面对自己的离开，蛮酷的，让自己的所剩无几的时间能够少一些遗憾，同时也让他爱的人、爱他的人少一些遗憾。那我所有的理解已经都赋予到我呈现出来的这个人物身上。谢谢大家。你好，罗大淼，要和你短暂的告别了。在你的身上，我看到了很多力量，谢谢你，我也学到了很多。加油，守门员。你好呀，周亚楠，今天就要跟你告别了。在成为你的这段时间，我很开心。希望平行宇宙的周亚楠能继续做你喜欢的事，希望你能越爱越强，幸福永远。大家好，我是周依然，饰演的是赵三月。三月带着我一起成长，跟自己和解，跟爸爸妈妈和解，跟这个世界和解。我希望每一个童年有遗憾的人都能够像三月那样能够释怀。我相信每个人看完都有你自己的理解还有思考。谢谢每一位支持三月有戏工作的朋友们，拜拜。